創世記第2章，天地萬物攏造好了，到第7日，上帝創造的工已經完成，就佇第7日歇了伊一切的工，安息了。上帝賜福予第7日定做聖日，因為佇即日上帝歇了伊一切創造的工，就安息了。耶和華上帝創造天地的時陣，野地閣未有草木，田間的菜也閣未有生出來，因為耶和華上帝閣無有降雨佇地上，也無有人建造，但有水對地內冒出，濕淡遍地。耶和華上帝用地上的土粉做人，將生命的氣息分佇伊的鼻孔內，伊就成做有靈的活人，名叫亞當。耶和華上帝佇東邊的伊甸立了一個園，將所造的人安放佇迄落。耶和華上帝予地生出逐項的樹叢，伊的果子予人看了歡喜，閣會當做食物。園中閣有生命樹甲分別善惡樹。有一條河對伊甸流出來，灌入迄個園，對迄落分做4條河。第一條名叫美順，就是有一條下回拉全地的。佇迄落有上好的金，閣有珍珠甲紅瑪瑙。第二條河名叫基順，就是有一條古實全地的。第三條河名叫底格里斯，流佇亞述的東邊。第4條河就是幼發拉底河。耶和華上帝將迄個人安放佇伊甸園，予伊修理甲看顧。耶和華上帝吩咐伊講：園中逐項樹頂的果子，你會使隨意食，只是分別善惡樹頂的果子，你袂使食，因為你食的日子必定死。耶和華上帝講：迄個人獨一人無好，我要為伊做一個看守，幫助伊。耶和華上帝用土所造逐項野地的禽獸，甲空中的飛鳥，帶到迄個人面前，看伊安怎叫伊人。伊安怎叫逐項的活物，迄個就是伊的名。迄個人就予一切增生，甲空中的飛鳥、野地的禽獸安名。只是迄個人無拄着會當幫助伊的看守。耶和華上帝予伊困入眠，伊就困了，然後摕落伊一條的肋骨，閣將肉合起來。耶和華上帝就用迄個人身頂所摕的肋骨，做一個查某，帶到迄個人的面前。迄個人講：伊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會當稱伊做查某，因為伊是對查甫的身軀頂摕出來的。所以，人要離開父母，甲某聯合，兩人成做一體。當時，翁某兩人赤身裸體，並無見笑。